营在田园的中营，五营里面的中营，在旁边是那古代道风内海的港道呢。有人在田内烧王船，开水路又开到这大楼旁边那里，就在这个祠堂旁边那边做仪式。祠堂以前那是一个水路的呢。嘿，这较早吼，遮因为较早遮有帆船会当过。水路。嘿。是啊，是讲。真搞。唔係偌濟當前那屯安尼偌濟當前咁知啊？嘛唔知。較早有水路我是啊是啊。講船會當駛到到遼源國中頭前遐。遼源國中頭前啊。遼源國中呢？係遼源國中啊。遼源國中就迄個。要去國旗後去抓伊啊呢？對啊。是向東去的呢，向東去會當到遼源國中遐個對。他就紅落去當前嘅。遼源國中迄個角度咱看到當前嘅。遼源國中頭前遐過吼，遐都就是德灣邊。德灣邊啊，德灣。對啊。德灣邊。遐有水路對無？有水路，德灣邊。去要仙華是對遮出來，還是對遮？仙華我就唔知影。我無再講會去仙華啊。黃俊係我甲啲仙華啊。因為黃俊是對遮去嘅。是黃俊是對遮去。安尼少年，你陣感覺看到黃俊安尼處理？就自家做些吼，即嘛连那迄个透早，迄个沿透早先生吼，甲小就从这看，对遐野落。迄阵吼，拢在连角。是啊，在连角嘅。这个卖一条狗，利用在连角。是在连角。赛过吼，拢一条顺路。是赛过拢。真正有阵安尼赛过。真正有。安尼你作细啊？你阵有人有看过？我40几岁啊。还是恁的长辈迄阵看的？迄款迄阵就有看过。你细啊？你阵就有看阵安尼开过哦。系啊。开过啊，拢是大顺路。是啊。遮迄个手这个是说陪遐车少的尔。对啊。伊拢爱驶来这边对。就庙前遐，你有物件无？唔记得。谢谢啊。总干事。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感恩。